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2月2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撒母耳上卷第1章19节到28节，以弗所书第8章第1节到1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全然奉献。咱时常听到教会的聚会伫礼拜奉献的时阵，带祈祷，足侪人拢会安尼讲，阮奉献淡薄啦吼，做圣工的路用啦吼。当然，即种的祈祷是足诚实，也嘛真坦白。但是对于伫即个奉献伫信仰上，也是讲圣经的教示到底是安怎呢？值得咱来思考啦吼。我知影真侪兄弟姊妹足无爱人伫教会内底咧强调奉献的代志，但是奉献基本上是一种信仰使命。咱今仔日要对汉娜的例来看奉献这项代志啦吼。根据撒母耳上卷第1章，咱所读的经文第1节到18节，咱特别看到讲汉娜伊因为无法度生囡仔，伊就非常的感觉足自卑啦、自责啦吼，个个心情过袂去啦，所以伊伫圣殿内底，伊就流目屎祈祷甚至安尼无啥念祈祷词，搁去伊哩当作伊啉烧酒醉安尼吼。搁较明白来讲，其实汉娜是去到伫圣殿遐求上帝替伊伸冤啦。要安怎伸冤？是透过互伊会通生囡仔，互伊无搁再受到见笑是讲侮辱。今仔日个经文搁另外无共款的记载吼。21节到23节是汉娜甲伊的先生以利加拿的对话。以利加拿伊要带着因全家口去伫即个圣殿来献祭，来敬拜上帝。当伊要出去的时呢，伊就甲伊的太太汉娜邀请，爱伊做伙去。但是汉娜却安尼甲伊回答，伊讲：听候囡仔长龄，我就带伊上去，互伊朝见耶和华，永远踮伫遐。注意听哦，永远踮伫遐，迄指圣殿，上帝的圣殿。咱知影，汉娜所讲的是要互伊的囝长龄以后，就是撒母耳永远留伫圣殿来服侍上帝。咱有感觉足怪无？有矛盾敢毋是安尼？头前因为无囝伫遐低靠求上帝替伊伸冤，当有囡仔伊讲等伊较长龄的时阵，我要互伊永远踮伫上帝的殿，前后对袂起来，敢毋是安尼？这个情形其实伫圣经内底毋是独有的记载。咱伫旧约、新约的中间，其实会当看到侪即种的例。选民的始祖亚伯拉罕，也是伫百岁的时阵，才互主的恩典赏赐，互伊会当留来，阁会当生囝但是伊敢毋是伫上帝爱伊将以撒奉献的时阵，伊无讲第2句话伊就带伊的囝要去献祭，带伊囝要献祭。然后，这个故事的后面就有迄种耶和华以勒上帝准备的恩典。咱去看洗礼约翰，伊的父母嘛是真侪岁时才生伊因却明白上帝的呼召，特别是伊的老爸
啊，因为即个要号名的这样代志，了后一阵仔就袂讲话吼。甲伊讲吼，即个囡仔要号做约翰的时候，伊才会通讲话。所以伊知影上帝要爱用即个囡仔，伊就互伊的囝诚做迄个为着主来准备道路，迄个先知之言伫即个旷野内底，为着耶稣来备办道路的先知，敢毋是安尼？其他其实嘛佫有介济，虽然毋是即种真老生囝的迄落吼，但是却是用性命来全然奉献的例，比如讲顺道者司提反、雅各、顺道的使徒、保罗，外邦的使徒。啊，搁伫咱的教会发展的历史中间，有济遮的宣教师用因的性命来献互上帝，因毋是迄种我着献一点点迄种的心态来奉献，因是全然奉献的性命态度。咱讲过耶稣即个大祭司的职分。耶稣不但是大祭司，伊有即个先知的职分，伊阁是君王，伊阁有永远的大祭司的职分。不但安尼，伊家己阁诚做迄个大罪的羊羔，伊全然奉献。因为上帝明白伫即个第一个约无路用，所以赏赐耶稣基督诚做新约。伫遮牧师特别要来说明，咱毋通误解迄个第一个约无效果的即种的意思。有足侪人讲迄个旧约无效啊，所以迄旧约免读啊。其实毋是安尼，咱注意甲思考吼。祭司的献祭其实是有功效，但是是因为人拢伫即个内底失败，上帝体谅人的软弱。所以赏赐伊家己的囝来诚做新约，诚做迄个大罪的羊羔，所以毋是旧约无效，请咱毋通安尼想吼。人伫一再的失败的中间，搁归回伫即个撒旦的阵营内底，这是上大的问题啦，这是上大的问题。所以上帝互耶稣基督家己来诚做迄个大祭司，为着咱的罪来献祭，并且家己诚做新约的羊羔，为来替咱献祭，互咱会通一摆来献祭，永远得救。这是新约的意义耶稣基督设立一个全然奉献上水的典范。互咱看到基督徒应该安怎来回应上帝呼召。其实耶稣的献祭就是亚伯拉罕迄只大罪羊羔，迄个时阵就已经咧预表啊全然奉献是新约的教导，就是咱讲新的界面的教导，就是讲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嘛爱用安尼标准来听人，所以安尼讲就是讲，咱倒转来讲亚伯拉罕啦，上帝并毋是真正要爱治以撒的性命，是要透过安尼来看亚伯拉罕真正有奉献的心志，无是献淡薄的，也是迄落我所看重的安尼收条条，用即个人所看重的物来考验人的心啦，上帝家己准备一只羊仔伫迄个所在，互亚伯拉罕献祭，敢毋是安尼吗？耶稣就是迄只羊羔，为着咱献祭，是耶和华以诺。咱敢阁会当讲我奉献淡薄，一点点啊，一点点啊。伫心态上，伫生命上，伫实践上，咱必须爱思考一项代志，一个问题是讲，咱真力也无。但愿上帝大大赐福咱全然奉献的心志，会记得奉献包括财物，包括物件，包括时间，包括材料，包括搁真侪咱家己想。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2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5节，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19到28节，希伯来书第8章第1到1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全然奉献。时常听到这个教会的礼拜当中，是会在这个奉献的祷告呢，会这样说：我们奉献一点点微薄的，作为圣工之用。当然，牧师很欣赏这样的诚实，这样的坦白哈。但是关于奉献呢，在信仰上，在圣经上到底是怎么样教导？其实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啦哈。那牧师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不喜欢教会时常强调奉献这件事情，但是奉献其实是一种生命，是一种信仰生命的表现。我们今天就从哈拿的故事来切入了哈，来看奉献这件事情。昨天的经文根据撒母耳上卷的第1章1到18节，我们看到哈拿她因为不能生产，没有办法生孩子哈，她非常的懊恼，非常的自责，因此在圣殿里她就流泪痛哭祷告。在没有出生的祷告当中那以利还以为她是一个喝醉酒的女人哈。那我们更明白的说，她是到圣殿去祷告祈求上帝为她伸冤。如何伸冤呢？当然就透过让她可以生产生孩子，让她不再受辱。这样的事情跟今天的经文的记载，在21节到23节哈拿跟她的先生以利加拿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有很大的不一样或是说反差以利加拿要带着全家人到圣殿去献祭，因此他就邀请哈拿跟孩子一起去。可是哈拿这样回答他说：等孩子断了奶，我要带他去上主的殿宇去，让他终身留在那里。请我们注意听，让他终身留在那里。好不容易得到孩子，却要让这个孩子撒母耳永远留在圣殿里面来服侍上帝。这个是好不容易他在哭求上帝之后得到的祝福赐福，如今却决志要养育他，等他这个断奶之后呢，让他能够永远的在上帝的殿中去服侍上帝。这个反差其实太大了，前后不合不是这样子吗？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不是一个独有的情况不是独有的。其实我们在旧约在新约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例子。选民始祖亚伯拉罕也是在100岁的时候得到孩子，这是蒙主的恩典老来得子对不对？他不就是在上帝要他给将以撒奉献的时候，他没有讲第2句话他就带着以撒到山上去，是不是？那这个故事的后面就发生了所谓的耶和华以勒，就是上帝预备的这个美好的事情那上帝预备什么？一只羊羔。其实上帝不是要以撒的生命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继续来谈了那在新约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他的父母亲也是在年老的时候得子，他们也没有把他据为己有没有把他据为己有。那他们却明白上帝的呼召，为他取名为约翰这个他父亲还因为这个名字
有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一直到他说这个孩子要取名叫约翰之后，他才开始可以有声音讲话。那这个孩子就奉献给上帝，在旷野成为先知之身，在旷野成为耶稣基督的预备道路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人啊。其他的或许不是老来得子的例子，但是他们却是以生命来奉献。比如说殉道者司提反，殉道的使徒雅各，还有外邦的使徒保罗等等，很多人。基督教的发展历史当中有很多的早期的宣教师，他们也都是这样子将他们的生命全然的奉献。我们谈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大祭司的职分。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成为先知，也成为君王，也有永远大祭司的身份。他更不但如此，他自己更成为了代罪羔羊，全然的奉献。因为上帝明白这个第一个约没有用，说到这个第一个约没有用，牧师要特别来说明啊，因为很多人都会主张说旧约没用，所以旧约不用看，新约才有用哈。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哈，圣经的意思是说，在旧的约里面，旧的救恩、旧的赎罪记里面，人们因为软弱，时常离开上帝，又回到撒旦的阵营。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立下新约，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他自己出手了。他自己出手了。他让耶稣基督自己成为大祭司，为我们的献祭献赎罪祭。不但如此，自己又成为那个代罪羔羊，给我们献祭了，为我们献祭了。所以让我们能够一次献祭，永远得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耶稣基督设立了最佳典范，全然奉献。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应该如何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全然奉献其实就是所谓的新约就是所谓的新的诫命里面的教导。我们必须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来爱主你的上帝。然后第二个也相反，不是吗？就是要同样的标准来爱人。应该是这么说，上帝并不是真正要亚伯拉罕奉献以撒，上帝不是要以撒的生命来。约翰就说了嘛，上帝可以在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所以以撒的命不是上帝要的，而是上帝把这个人看为宝贝的事情用来考验亚伯拉罕的心智，看他是不是非常自私，保有自己所看重的一切。我们不是看到上帝为了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羊吗？这只代罪羔羊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耶和华以勒，上帝早就预备了这个救恩要给我们了。那既然我们这样看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祭了，我们还能够说我只奉献一点点可不可以这样子呢？在心态上，在生命上，在实践上，我们必须思考一件事情，我们是否尽力了。愿上帝大大的赐福我们全然奉献的心志。记得这个包括所谓的财物、物品、时间、才能、生命，还有什么？我们可以自己去想，我们可以用在什么事情上面尽心尽力爱主，奉献给主。